公平的審訊，聆聽案件，判斷案件由邊一類法院或者係法庭審理。一名男子被控於鐵路站縱火，火勢響短時間內熄滅，冇人受傷。佢被判囚2年4個月。區域法院負責處理涉及款項75000元以上，但係唔超過300萬元嘅民事訴訟。區域法院亦都會處理刑事案件，例如販毒、串謀詐騙等。區域法院嘅判刑上限係7年監禁。前任特首被判公職人員行為失當，上訴失敗，完成1年刑期後提出終極上訴。終審法院係香港最高嘅上訴法院，負責處理高等法院嘅上訴案件。終審法院唔單止擁有司法終審權，更加可以推翻案件嘅原有判決，發回重審。2名男子非法經營狗場，為狗隻配種，狗場衛生情況惡劣，導致多隻狗隻死亡，被控以殘酷對待動物罪，判囚3個月。裁判法院負責審理較輕微嘅案件，例如盜竊、違例泊車等，判刑上限一般係監禁2年同埋罰款10萬元。一名男子同女朋友發生爭執，利用利器刺傷對方，女友不幸死亡。該名男子被判謀殺罪成，申請上訴。高等法院由上訴法庭同埋原訟法庭組成。上訴法庭審理除終審法院外各級法院嘅上訴案件，原訟法庭除審理一般民事案件外，仲會審理嚴重嘅刑事案件，例如謀殺等。一名地產經紀向地產代理公司追討5萬元嘅佣金。勞資審裁處負責審理勞資糾紛，例如追討欠薪、法定假日薪酬或者產假薪酬等。